迎嚟到高高耶呢個 channel。本來今日嘅行程係要去100名城嘅千島城，點知道天氣不似預期，落咗大半日雨，而且千島城路程比較遠，又要行山路，最後都係決定取消行程，喺酒店嗰度休息一下啦。今日我哋去嘅目的地係100名城嘅明石城，途中要轉一次車，大概係1個鐘頭多啲嘅車程。今朝早都仲係有落雨，不過都仲比琴日好，希望下晝嘅天色會好返啲啦。嚟到 JR 嘅明石站，喺北口行出去，對面就已經係明石城。我哋由明石公園嘅入口行入嚟，喺右手邊就會見到服務中心，100名城嘅印章就喺裏邊。等我哋吸完印仔之後，再喺呢度慢慢行下。明石城係喺1619年由德川家康嘅外孫小笠原忠真興建，距離而家已經有400年嘅歷史。佢除咗係日本100名城之外，仲被列為係國之史跡同埋國家重要文化財，亦都係日本櫻花8選名所。每年嘅3月尾去到4月頭，呢度就大約會有1400棵嘅櫻花盛開。如果係去開大阪嘅，不妨 plan 半日嘅行程嚟呢度行下。離開明石城，我見時間尚早，決定去埋神戶嘅北野異人館街。我哋搭 JR 嚟到神戶嘅三宮站，跟住就轉搭呢一架觀光巴士。巴士嘅班次都幾密，而且喺車上邊仲有導遊。
有啲咩問題都可以隨時問佢。喺北野異人館街周圍嘅建築物都好有特色，唔覺喺呢一區已經行咗幾個鐘。本來就應該去神戶碼頭睇下佢嘅夜景，食埋佢出名嘅神戶牛柳先至走。不過我隻腳已經行到好痛，唯有等下次再嚟試下啦。咁今次呢條片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